尋日講到警方喺姓吳嘅屋企揾到一啲製造炸彈嘅工具，一啲前度女友嘅情信，仲有一張包括金域假日酒店嘅酒店名單。好，而家繼續喺郵包炸彈案喺94年4月開審，被告吳健明否認企圖謀殺林文達嘅罪名。控方指出，被告喺83年開始同姓鄭嘅女友，即係而家林文達嘅妻子相戀，更達至談婚論嫁嘅階段，直至88年俾鄭氏發現佢有第三者，先主動同佢分手。但分手之後，被告仍然對舊女友念念不忘，不斷寄情詩、送花、送卡、寫卡俾佢，又喺電話之中講盡甜言蜜語，要求重修舊好咁樣。已經死心嘅姓嘅鄭氏已經拒絕咗佢，仲坦白承認已另結新歡。跟住被告就怒火中燒，千方百計想破壞對方嘅幸福，並精心策劃一次駭人嘅報復行動。林文達嘅母親喺庭上供述，89年間佢曾經接過一個陌生男子嘅電話，表示要阻止佢個仔同埋佢女友嘅戀情，更恐嚇如果佢俾佢結到婚嘅話，更加會將佢哋有一個非常惡劣嘅後果。控方又指出，炸彈威力強大，男事主喺冇喺其他更多人嘅公眾地方嚟拆開個郵包，實屬萬幸，否則可能會有更加嚴重嘅死傷。而且被告故意喺炸彈之中放入鐵釘同埋散彈，很明確係有意圖對拆郵包嘅人想造成更大嘅傷害。鄭氏出庭作證，被告精通科技，以往會經常帶佢去鴨寮街，曾經對佢表示自己識得製造炸彈。10幾歲嗰陣時已經寫過好多有關呢一方面嘅書籍。被告喺庭上替自己辯護，好似專家咁詳盡解釋炸彈嘅裝置，更聲稱類似嘅設計根本冇可能構成咁大嘅殺傷力。法官依例都提醒佢，你咁樣繼續講，會進一步證實自己有對炸彈上面有好多嘅認識，對抗辯有不利，而且會顯示佢更加冇悔改之意。最後陪審團一致裁定吳健明兩項罪名成立。法官喺判詞度嚴詞斥責被告為咗一己私欲破壞他人嘅幸福，做出一件人類最惡毒嘅罪行，對生命冇半點嘅尊重，而且對自己嘅行為冇半點悔意。單單係呢一啲原因就足以判佢喺獄中度過晒佢成世。但考慮到被告年紀尚輕，判佢接受長期監禁。有關意圖謀殺男子林文達罪名入獄25年，引致爆炸危害他人生命及財產安全罪名入獄15年，兩項罪名部分同期執行，共判入獄30年。被告聽到個判決之後非常不服，多番漠視法官嘅勸喻，以鎮靜嘅語調作出咗長達40分鐘嘅陳詞，將案情從頭分析，又要求法官重新參閱呈堂嘅證供，令到場上嘅人都感到不勝其煩。佢指出，炸彈令數十公尺外嘅面積造成巨大嘅破壞，以佢身為一個普通嘅電子工程師，根本冇能力製造呢啲咁嘅災禍出嚟。法官最後按捺唔住咁中斷咗佢嘅發言，並叫佢如果有啲乜嘢不服可以提出上訴。被告先至理直氣壯咁表示自己被定罪名係無話可説。法官隨即講：我哋對你嘅罪名亦都無話可説。被告最終進行上訴，成功減獲刑期，改判為20年。好，聽日講埋佢，聽日又講晒呢一單案。